第7章仇人現面，先來一鉗。老者話：小賢，呢位高手聽日可能仲會出現，我哋一早嚟等佢。個女仔諗起吳北早邀嘅講法，連忙點頭，好。講返吳北返屋企途中，買咗啲老字號嘅蟹黃包返去。唐子怡個鼻好靈，居然第一個衝出客廳，開心大叫：哇！蟹黃包，我最中意食。跟住吳薇都行出睡房，阿哥，我今日返學，你車我。吳北點頭，好啊，陣間我踩單車車你去。食完早餐，吳北從偏房推咗架單車出嚟，呢架係佢中學時代用嘅交通工具，後尾轆已經冇晒氣。佢用抹布抹咗抹車身，打反氣入車胎，然後載住吳薇去縣一中。攬實我，吳北講咗句，架單車就好似支箭咁飆咗出去，嚇到吳薇尖叫一聲。阿哥，慢啲啦，佢連聲講。但吳北一啲都冇慢到，佢對維度之眼可以睇到幾公里外隻蟻，亦可以睇穿幾十米內嘅障礙物，觀察力好犀利，所以踩幾快都唔驚。吳薇初頭心驚膽跳，好快就慣咗，然後佢發現一架架汽車、電單車都被阿哥拋離咗。踩咗一段路，吳北對眼突然望實咗前方，嗰度有架淺紫色跑車，個車牌號碼一直印喺佢個腦入面，因為就係撞死佢老豆架車。透過車窗，佢見到個後生仔喺車度搖頭擺腦，音樂開到好大聲，對眼蒙查查，個鼻哥仲黐住啲粉末，好明顯佢啱啱索完氣。宋世金。吳北對眼閃出仇恨嘅光芒，呢個人就係撞死佢老豆嘅兇手，嗰個有錢仔宋世金。諗起呢個人害死自己老豆，冇幾耐前仲綁架吳薇想對付自己，佢即刻火滾，將架單車踩前咗一段，停咗喺同宋世金平排嘅位置。對眼寒光一閃，佢右手揸住一支牛毛金針，手一擰，支金針就閃電咁飛出去，啵！支金針穿過車窗玻璃，吉咗入宋世金個頭度。宋世金個身震一震，突然口吐白沫，對眼反白，個身不停咁震。吳北冷笑一聲，繼續踩單車去縣一中。佢呢針可能會令宋世金變白痴，但呢個只係開始。送咗吳薇返學校，再返轉頭嘅時候，宋世金架車已經唔見咗，應該係有人發現唔對路，送咗佢去醫院。佢一啲都唔急，大把時間，宋世金一家同埋班幫兇，佢一個都唔會放過。返到屋企，佢見到門口圍咗班人，兩個着到好隆重嘅道士正喺槐樹前面念念有詞，村長滿大武都喺度。吳北即刻明晒，呢個滿大武實係聽講咗槐樹有靈嘅事，所以請道士嚟做法，想對付嗰個唔存在嘅槐樹先。佢暗中冷笑，放好架單車就叉住手喺側邊睇戲。滿大武都見到吳北，佢哼咗聲，話：吳北，你出咗獄啦，以後生生性性做人，本村長會睇實你。吳北冇理佢，左手一搓，一支金針就吉咗入滿大武後腰。下一秒，滿大武突然哎呦哎呦咁慘叫，成身邊度都痛。兩個道士嚇咗一跳，連忙過嚟睇。其中一個道士扶咗滿大武一下，滿大武就嗷一聲慘叫，痛到極點。道士嚇親，同另一個道士面面相覷，唔知點算好。吳北搖頭話：我咪話咗呢棵槐樹有靈，你偏要嚟搞事。佢搖搖頭，推單車入咗大門。外面嘅人好快散咗，滿大武被送去醫院，兩個道士冇扶，自然就灰溜溜咁走人。返到屋企，張麗話佢知唐子怡已經走咗，話有急事，走嘅時候仲記低咗吳北同張麗嘅電話號碼。吳北覺得奇怪，心諗唔係話會留多排咩？做咩突然走人？佢懶得諗咁多，跟住出街買咗啲禮物，同阿媽一齊去探外公外婆。前排外公外婆俾人打傷，好彩復原得唔錯。傾咗陣計，吳北趁機問外公嗰塊玉佩嘅事，佢對維度之眼同全身本事都係來自塊玉佩，所以好想知道塊玉佩嘅來歷。外公話俾佢知，塊玉佩係祖傳之寶，歷代都好珍惜，傳到佢手上已經係第13代。吳北心入面好驚訝，難道外公嘅祖上係修行之人？晏晝喺外公度食飯，食到一半，佢部電話響，係室友盧俊飛嘅號碼。佢笑住聽電話，俊飛。佢同盧俊飛好老友，係上隔床嘅兄弟。佢出事之後，得佢關心自己，仲去過監獄探佢2次。吳北，你出咗獄啦？佢問。琴日吳北已經 send 咗信息俾佢，話出咗獄。吳北，係啊，你咁忙咩？
而家先睇到我留嘅信息。盧俊飛沉默咗一陣，話：吳北，你嚟雲京一趟啦。吳北呆咗呆，咩事？嚟到就知。講完，呢條友居然收咗線。吳北個心一沉，盧俊飛個人好穩陣，會令到佢咁急？難道孫晴出咗事？孫晴係佢女朋友，出事之後，兩個人一直有保持聯絡，佢唔止一次話一定會等佢出獄。雖然佢坐緊監，但每逢節日都會叫盧俊飛幫手揀幾份禮物送俾女朋友。佢再坐唔定啦，同張麗講咗聲，就匆匆出門，冇幾耐坐上咗去雲京嘅火車。佢讀嗰間大學喺雲京，係間普通高校。雲京係閻龍國南方嘅經濟中心，歷史悠久，人才輩出。明陽縣距離雲京300幾公里，搭高速火車個幾鐘就到。啱出閘，佢就見到盧俊飛企喺人群度向佢招手。盧俊飛1米8高，高高瘦瘦，生得幾靚仔，着住套運動裝。佢打籃球好叻，係吳北最好嘅兄弟之一。兩個人好熱情咁攬咗下，吳北望住佢對眼，講啦，到底咩事？盧俊飛個樣好古怪，望住佢話：孫晴嚟咗。吳北向後一望，果然見到最好嘅朋友趙其亮同孫晴就喺唔遠，佢哋冇行過嚟。只見兩個人企到好埋，咁親密嘅距離，通常只有情侶先會咁。佢個心一沉，即刻咩都明晒。走啦，好嚟好去。盧俊飛拍拍佢膊頭，安慰佢。吳北向住兩個人行過去，腳步好沉重，佢點都估唔到會俾自己好兄弟出賣。